在议员林美妍的牵线，由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煌镇慈善爱心协会共同主办的寒冬送暖，协助弱势学童寒暑假营养午餐发送。今年已经迈入第6档，而且送餐的服务嘛已经对南区、安平区，今年扩展到东区的大同国小，总共16间学校，大约250位的学童受惠。在我们寒假、暑假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将小爱化为大爱，我们最基础的关心我们的下一代。那希望在他们就放假的时候，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，大概我都赶快爸爸，妈讲摇啊爸爸，因为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学校都会提供营养午餐。哦，当然我们就是如果今天换了长假，换长假的时候，我们学校就没有办法提供营养午餐。但是针对中低儿童的这个部分，血统的部分，事实上，我们就是6年来，我们希望能够补足这一方面的一些缺洞嘛，就这个缺角。所以6年来，我们就是透过康煌镇爱心会、有美诗词会，还有很多的善心，包括媳妇等等，这个就我们结合起来，就是让这小朋友能够在每一天一样能够拿到热热的午餐。好，我们志工都准备好了这个4个点哈，他们都很开心为我们的学童服务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温饱。就像刚刚我们梅议员讲的，让家长不用担心哈，你能讲重点的是这个天气，各种讲个小小照顾咱的身体，因为这样子。这是孩子就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主人嘛哈，现在都是少子化有国安问题哈，所以咱更加爱照顾咱家的弱势的学童们哈。除了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康煌镇慈善爱心会协助，另外议员嘛感谢长期赞助的英美西主会、社福爱心协会甲中华九子慈善会等善心团体。今年佮特别准备关庙面、锅烧意面甲做客的红包等。希望让小朋友会用安心过好年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